不让人家。四川的。还不咱还不想干，干啥？楚木啊，给你讲两句之前，你谢谢哈。你说谢谢叔叔，听见没有？会说不会？听一的啊。哎。啊？哪个不要？咦，老陈给硬爪子上。别在乎。别在。别在。对，还有别的，别的。不发现他时间了，不发现他时间了。他干就够人了。啊，这关键节钱。人家下来做义工的，关键不给他钱，专业为那边老人服务的呀。哎，你见关键给他钱没？人家都是一心向善，知道没有？来为老人服务的，哪一年不都有吗？哎，做义工的，知道没有？大学生这也是考，谁说那考学毕业这也是一项，知道没有？那是的。那个。可不能说一关键记到钱，可别胡说。他上哪领钱？说的，哎。那你找不着。不是现在吃饭啊？伙食费他自己自掏腰包。说的，都给恁那人一月发几百块，那关节那不都关节出的？那是五保老人啊，他是属于献爱心的呀，是不是？嗯。主要是献爱心第一，都说将来后他都通过了。现在浇了没？浇了吗？啊，你没做之前不怨人家。咦，我天爷，这个大这个。家里买过来买一个。啥都买一个光买一个。你看，咱家没有来干的家呢。对吧？这都专业都拿的才买吃饭。给挖出来。你叫了不要了。我也不敢，你，那不要这个，人家，老陈，你看你这还吃给憋爪子了。咱是。没习惯。这小这个说你再出门这小这个他们小这个叫完了。我这个天！你看春波，看看还给你修修，还给你弄弄啊。嗯。第一哭了个找哭的。那人家买说，你要你买是。
这万个人交完了。我说他们那个不是？那你们交流用不了这样。他们俩，马上快点，他们俩，快。这修，反正我说这个。这个，人家讲的是无敌鸭子，你那讲的呢？你那脚讲个无敌鸭子呀？你跟着无蹄子的鸭，那个有关系。后来再比你的脚，你为啥让你这你再比你的脚干？就被你脸白，再比你的脸脚说白，你脸白，你的脸，听不着，我你听不着。你看有你脸白没？看那啥家伙？你说你脸白？你啥货？他连你不认识。扣押喂。你这有。你这人呢，来的哎，错了打牌怎么办？不是，他这有。啊，他这有。那呀有。这个球队来这个饭不都没交出去。不是，他叫押金给要了吗？到这样。有这我这就开始交流了。能到家你有啊？你家有啊？你有啊？有你的有啊？我全没有了去的，我当面还得去。洗不得劲吗？那得劲。洗头洗脚。他不洗头，这个头发炸的。头挺要是不是？这个多厚。我这他那个洗头。你那个脚脚了一点都没有了。好赖，是不是？这个跟那个一样。他说你也赖，你赖不赖？里头空啊。太里面太掉。空了。我说这一辈子你也不会见过这样的。见两回还不中吗？这脚应该多厚啊？谁？年一个嘛。年一个。我这一个年一回。年那么前一个。前一个。走，坐好，挨着挨脚。我给你的，这都钱的，交交，钱的交的，说完了你看。这还不如毛虫吗？我这他说的不二人嘞。脱壳了，咱这最后该是。他那长得走不了。那个盖子，盖子是嘞。还有还管了，蛮舒服。还有这个整的。这个别忘了给你妈说呀，别忘了给你妈说，看这教的好不好？咱妈说这发的影这可以。发了影都回去。是俺妈看看。发的。别跟你，你给你教那。能不能？估计能不能人家说？成长了你找回来是哪样的？年纪耳朵背，大说就。你见过吧？这你自己说，就你说没见过。
开车就够。对啊。那会被这一辈子你家这辈子。后就不往家。他不教，从2到教教教育。这这意思这意思。 9个月有他不交钱。咱这讲不然，咱怎么能讲得快9个月在家里。再给你小一点看看。交转。